耶和华，你为什么徛伫远处？伫患难的时阵，为什么稳捌？恶人伫惊惶中，甲困苦人追甲火急，原因陷伫家己所设的计谋内。因为恶人以心愿自夸，贪财的背弃耶和华，并且轻慢伊。恶人面带骄傲，讲耶和华必无追究，伊一切所想的，拢以为无有上帝。凡伊所做的时常稳固，你的审判超过伊的眼界，讲甲伊一切修人，伊拢向因喷气。伊心内讲：我必无动摇，世世代代无做灾害。伊满口是咒骂、诡诈、欺压，字底是毒害、奸恶。伊伫村庄埋伏等候，伊伫隐密处杀害无辜的人，伊的目睭规探无倚无靠的人。伊埋伏伫暗地，如狮仔囝蹲伫洞中。伊埋伏要掠去困苦人，伊有梦就甲困苦人掠去。伊屈身蹲伏无依无靠的人，就倒伫伊妖孽之下。伊心内讲：上帝竟然袂记了，伊颜面永无观看。耶和华，求你起来！上帝啊，求你举手，毋通袂记你困苦人。恶人为何轻慢上帝？心内讲：你必无追究。其实你已经观看，因为奸恶毒害，你拢看见了。为要以手施行报应，无依无靠的人，甲家己交托你，你向来是帮助鼓励的。愿你拍断恶人的膀臂，讲甲歹人，愿你追究伊的恶，直到竞争。耶和华永永远远为王，外邦人对伊的地已经灭绝了。耶和华谦卑人的心愿，你早已经知影，你必陪伴因的心，也必侧耳听因的祈求，为要甲鼓励甲受欺压的人心愿，互强悍的人无过为吓惊因。